每代香港人都會認識保良局，見過佢唔同嘅面貌，但背後其實係同一份心志。一開始為無依婦孺提供保護照顧，一個安身之處，用教育改變命運。時代一直前進，保良局服務與社會同步發展，不斷創新前進，提供多元化服務，貫徹關愛，係一個家，彼此守護同行，係細心栽培，快樂成長，指引導航，培育知識同品德，裝備學生，面向未來，多元訓練，發展潛能，提升知識技能，促進全人發展。人生唔同階段，我哋都一齊同行。外展支援，貼心關懷，專業治療，無微不至，令生命精彩豐盛。係呢份細心，為有需要嘅人守護健康，一齊跨越成長嘅障礙，喺每份照顧入面注入關愛，讓殘疾人士參與社區，傷健共融，衝破文化同世代隔膜，促進平等互助，同年輕一代攜手締造未來。同一份心志，同一個保良精神，可以發生無限可能。係因為有每位香港人嘅信任同支持，傳承善業，溫暖社群，一齊點亮更美好嘅未來。